Metro Town 全新一房單位52.5萬，仲要連車位同 locker。Highline 呢個 project 咧，聽落去價錢非常之吸引。點解咁抵咧？咁有3個重點想大家聽完之後考慮下值唔值得買嘅。第一點就係咧，原本嘅發展商 Fin 咧已經破咗產啦。咁咧由接管方咧去委任 Anthem 去賣低剩低嘅單位。咁所有嘅新屋咧都有250嘅新屋保養啦。但係要注意嘅係咧，喺2023年12月咧棟樓落成咗嘅時候咧，公共設施嘅保養咧已經開始咗啦。第二點就係咧，平時咧新屋嘅 deficiencies 咧會直接同發展商去跟進。咁發展商已經破咗產啦 ，Highline 呢個 project 嘅 deficiencies 咧就要 go through 呢個 home warranty 嘅。咁手續同埋時間都會比較繁複同埋長。最後一點要注意嘅就係 Highline 呢棟樓咧係酒店同住宅式混合嘅建築物，結構咧同埋個 strata 咧都會比較複雜。日後咧嘅開支啊同埋安排協調度咧難度會比較高。不過睇翻張價單咧，其實都比起同區就算3年樓齡內嘅新樓咧都平10% 左右啦。咁唔知大家衡量過呢幾點之後，又覺得抵唔抵買呢？